诶，各位线顶的友志，咱世界台湾文化论坛诶，咱的主办人前辈梁光兄修完子甲赞先老师陈雷生还未起来，我未看到，起来啊，伊起来，伊要开镜头的款。无开镜头，好，就是抑阁有咱遮的长礼入来遮的友志，好。好，今仔日是2023年4月29拜六暗时10点，台湾时间10点。这个美东美西时间我无解释，歹势。哦，就是今仔日咱的这个分享的主题是这个做台湾的目句，做台湾的目句。咱邀请到这个消息玻璃斋。甲台湾防卫意识促进协会诶两位朋友，卡罗甲明义，明义即马算是即个乌行学院内底其中一个课程的讲师，阁有即个陈南阳基金会露娜，一只手，大家一只手，大家阿慢，嘿。等下就是请咱三位友志伫头前1点钟的时间，就是分别分享因自开始做这个运动到即马因在做啥物工课，即马正在进行的有啥物进度。后壁1点钟的时间，就是会当互大家来 Q&A 啦，甲因有啥物问题会当甲因来讨论，好，咱头一个就先请这个卡罗来甲咱分享，好，卡罗请。我甲我的 PowerPoint 拍开一下吼。安尼敢有看到？因为安尼我就看袂到恁。有吼。看到。各位前辈兄弟姊妹大家好，我是卡罗吼。我叫做我的名叫我姓吴叫思涵。迄个头一摆伫网络顶头甲大家分享我伫做诶代志安尼啦。我嘛无一开始嘛无啥知影讲爱讲啥较好吼。其实我主要开始去接触一寡我看到熟悉诶人，就是接触一寡即种大家咧讲诶即种所谓社会运动，还是啥物遮一寡推动一寡代志吼。我可能以我诶观点、我诶方式伫做遮个代志诶时阵，其实我较亲像伫佚佗、伫耍安尼。因为我一直感觉讲，若要做啥物代志，拢真用足沉重诶心情去做吼。我感觉我家己会做袂久安尼啦吼。我家己为着想要做较久长，就用较轻松诶态度吼来面对即个各种拄着诶代志安尼啦吼。好，安尼我PowerPoint就是一开始我写诶就是。一开始我写的就是即个有兴趣较快我吼，就是我是一个兴趣诚多的人吼，就是你的迄个泡泡是无去下一张哦，你爱换。我知，我开始下一张啊，嘿，好，我细汉的时阵呢，正伫溪边吼，细汉的时阵吼，就是。你看电视就讲看哇，遐政治人物吼，那拢跳去桌仔顶伫遐乱甲迄麦克风甲长安尼吼，现在足暴力的吼，足无气质，足无水准的吼。甲阮细汉的时阵，佮住伫大安区遐吼，所以就是迄阵阮老爸甲阮讲，因吼是高不二三中嘛吼，我嘛迄阵才知迄个跳起就是罗秀仪前辈吼。就是迄个时阵吼，若是台湾人政治人物，你伫即个立法院也是遮个议会内底吼，你若毋是用遮较
这种激烈的方式去表达吼，其实嘛无人会插你安尼。迄阵就发现讲哇，家己互国民党骗了后，就毋捌相信即个哪个即个政党安尼。21岁的时阵伫迄阵拄开始拢知影是200，毋过对200的感受就是较薄因为生活伫台北就虽然就生活伫台北，对即个物件就是可能心内是调直，还是故意，还是安怎就是无要去看，无啥想要去看。迄阵网络已经真迄个21岁的时阵开始有网络网络资料，应该是14岁我写毋对。就是网络的资料真多，你若愿意看，你就会当知影。迄时阵，看了遐资料，看台湾人的命运就是真艰苦，目屎落规暝安尼。我的生活我即个我读册是我读无啦，我读较无。较汉的是阮迄个爸爸迄辈拢读了真啥物哈佛洪宇老师嘛，即个啥物哈佛还是啥物 NYC 迄读册拢读了真好，真厉害。我就较读无吧。洪宇老师即个我是要安怎讲？我迄阵高职读美工科就读一半尔，所以我的学历敢若高中毕业。细汉时阵开始工课，做过啥物工课？工厂的包装的工人去花店愈摆倒，就是愈摆倒几年就变做花艺的设计师后来嘛做过美工设计，搁较后来做土地开发较袂厝，安尼就是基本上就是无啥物就是就是安怎讲？会得过就过安尼无讲想讲家己有偌济，有迄种抱负，还是较偌有迄种安怎讲理想，还是创啥，就是会得过就好我兴趣真多爱做这迪拜店，还是这种地步电视地步舞，还是爱耍倒椅，还是看摔角就是我的生活就是爱做的代志真多迄个时阵，我记迄个安怎讲，就是拢做工课之外的时间，我就做爱佚佗，就做爱耍爱烧酒所以我的朋友就足侪种有即种关心政治的朋友爱耍倒椅的朋友较摔角的朋友就是伫迄个时阵，就是大家咧讲哇，迄网络拢做虚华的，拢是虚的，拢是假的，拢讲骗的。毋过对我来讲就较无共，因为我就是我若熟悉你，你有介意这无？介意迄无？你若介意，咱就同齐出去耍来去爱望这爱望迄安尼所以你网络熟悉人，就是一种对我来讲足自然的代志，就是我就会甲你烧酒，咱就去同齐去厝迪拜练还是台湾拍照安尼，还是跳这部电视还是就是大家去练舞，还是去看这个摔角就是一群人安尼做闹热的，所以就是真介意耍东耍西，我的兴趣真多所以就是我看代志的方法，看代志的方式就较奇怪，那个就是拢无想了足复杂，安尼就是你介意这，你就同齐斗阵同齐来佚佗来耍安尼，所以后来伫2013年进前我掠着，我是要讲者对我来讲政治的代志就是甲票转互民进党。加就去选举暗会迄举迄机安尼当选安尼，就是安尼都无想足复杂的。2014年迄时阵就迄阵社会运动也是迄种318进前就是去参加台湾独立相关的讲座也是去，因为迄阵就开始流行直播也是录影
我开始一支手机啊，一支手机啊摕迄个电池斗咧，就会当去录影，会当去直播。因为这是成本做简，这讲起来头前的话头会伤长啦，所以就是讲即件代志无复杂，真简单会当做，我就去做，就是做我会晓做的代志，安怎讲，会当一直做安尼啦，嘿，所以迄阵就是去参加即个讲座，也是去基进斗相共学习即个解释理论也是迄阵才熟悉即马即个乌云学院的执行长何庭辉小小迄阵就是伊有诚好的物件，想要介绍互大家知影，就是伊即种理路即种一种伊的看待即个就是即种地缘政治地缘政治的即种逻辑伊的理论安尼我着甲伊等于讲伊甲我讲嘛，伊甲我讲毋过伊无甲找人来听我就是招大家去听伊的即个讲堂的读册会所以就是到差不多2、3年前就至少伊迄个读册会会录影至少是40-50点钟就是伊想要讲的物件，想要讲的故事，也是种地缘政治的物件所以变做即马伊伫乌云开课，就是敢若延伸即马进前开的迄个课，安尼延伸过来，安尼即种感觉过来就去熟悉路边搁熟悉洪辉老师就斗相共来开即个台语班甲台文班为2016年的第1期一直开到即搭即马第16期啊，所以就是一直做安尼啦，无其实讲起来是对我是感觉无啥，毋过就是慢慢做，一直做安尼伫台湾风雨意识促进协会即马就是阮19年的时阵年底开始做。我嘛是，就是一直就慢做安尼啦就等于讲第一个专案就是消息玻璃灾就是甲何庭辉先生，就是小肖阮讲的这个小肖做甲伊即个想要讲的物件甲录影甲做影片伫 FB 甲 YouTube 即出即个影片到即马一直在出，就是有183题明义就是阮的主持人。是讲用即个影片的方式去促进台湾人的防疫意识莫互阿强骗去安尼迄个就是小小何庭辉伊其实就是有甲招啦招伊来甲大家开讲毋过伊讲伊的台语伤歹歹势来其实嘛上咱台湾版的第1期等下再搁请林业来讲即个去上课在学啥安尼我上后要甲大家嘛分享一句话啦，即个阮阿嬷柯洪存的，伊就讲定定讲的就是一枝草一点露我感觉即句话做下讲我伫做的代志就是，但是我一个大学拢无读过干那高中毕业的。会当做一寡代志，一直做延续的一直做安尼感觉大家其他人应该会使做了比我搁较侪、搁较好安尼。所以就是甲即阮阿嬷甲大家分享，感谢大家。感谢卡罗甲咱分享。后壁讲到阿嬷，我嘛足感动。好。因为我私底下听卡罗讲过足侪阿嬷的故事啦，听几啊摆就是大概听拢足感动。好，感谢卡罗的分享刷落来咱换即个明义，甲咱分享伊的咧上课的
内容啦吼，还是讲过程，你的家己的想法。好，安尼我分享画面。好，OK。啊，若要换页的时阵，你才甲我讲哦。好，朋友请。无听到声哦。朋友，你的麦克无开啊？哦，敢有？有，但是你敢会当较大声的？耳机敢若收袂到声音的款哦。朋友，还是讲你的迄个啥麦克设定伫只用手机啊收，莫用迄个 Bluetooth 耳机。无，即马无声音。头拄仔的试声你 OK，你即马你麦克还袂开哦，朋友你的麦克即马搁关诶。边个麦克无开。朋友你敢知影安怎开？即摆敢有声？喂，有。哦，安尼有即安尼有。马有声。我用电脑嘿，电脑都有声。安尼毋过你的镜头就无啊吼。对，我镜头会无去，嘿，我紧好，安尼我都，好安尼。安尼无问题，嘿。那声音阁无去啊？朋友，你的麦克无开。其实有开呢。朋友，你有开，但是阮无听到你的声。朋友，无，即马无声，那会阁无去。喂，hello，伊阁入来。Hello。安尼敢有声？有，声你喊。有吼。有。哦，那我用电脑好啊，因为我手机啊怪怪，嘿。好，无要紧，你用电脑。好，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明友，我是明友啊，我是就是甲卡罗刚拄则有讲嘛，拄则有讲一寡就是大风会的代志，啊，我嘛是消息玻璃仔的主持人啊，今日的主题是爱甲大家分享就是乌云学院伊的基础营内底到底伫咧教啥物物件啦啊，就是讲我是去年的3月第一摆参加即个基础营的乌云基础营第一场啊，后来就是讲我加入即个乌熊啊，伊的时阵我讲有上一摆因为去年3月的时阵，迄是较初版的啦较简就是讲未成型的啊，伊的时阵我已经参加过了完整版的，啊，即马是就是其中一堂课程的讲师啊，若是要讲到甲我换后一个 PowerPoint，等下若是简单讲啦，简单讲就是讲乌向要教大家啥物就是简单讲就是一句话咱要安怎迎接胜利啊，但是迎接胜利，毋是讲大家坐伫咧厝内底啥物拢无做就会成真啦啊，主要是针对一般的平民就是讲一般的市民啊咱应该做啥物物件，咱才会当看到胜利迄一天。咱针对的群众拢是毋是军人所以讲咱毋是咧教大家讲要安怎
去前线拍战，其实咱做的物件后一张是感谢，咱做的物件就是讲，咱认为咱爱赢这场胜利一定上重要就是讲，咱要安怎维持社会韧性。但是讲到这个社会韧性，可能较抽象一寡咱会当举一个例，就是讲，这个乌克兰甲 Russia 战争嘛，去年2月底发生的。去年2月时阵，其实一开始因的首都Kyiv 就发生就是讲真严重的战争啊，攻防战嘛，对无？迄时阵就是讲Kyiv伊其实面对着大量的攻击包括这个 Russia 军队伊就是曾经包围规个城市，但是就算是讲伫即种状况啦，当地嘛是有袂歹的店伊一工会当营业6点钟所以讲这就是大家当看到讲，这是乌克兰因展现出强大的就是讲抵抗意志嘛，这就是无形想要做到的代志，所以讲咱若是要维持这就是今仔安尼强度的社会韧性咱一定爱有2项代志是一定爱学的第一项代志就是心防心防就是讲咱的心防若是有够强，咱就袂互简单互骗，或是简单就是无抵抗就放弃第二个就是你有心防以后咱要安怎来生存技能，你为着要生存，你爱学什么技能这是2个上重要的方向啦后一张感谢第一个拄则有讲到嘛，咱要维持这个社会韧性就是讲咱一定爱抵抗到胜利迄一天第一个就是心防嘛，心防上重要但是心防咱就是世界两门课程，就是讲第一门是军事的普及因为军事其实一直是过去有真济就是军事的谣言就是一直咧民间咧传来传去包括是军中嘛是你定会讲听过一寡朋友伊就算是讲伊做过兵，但是伊无了解军事战略伊就会是讲咱拍袂赢啦，毋免抵抗嘛，都是有这种状况发生嘛。所以讲，咱第一门课就是讲，教大家讲，简单为这个台湾战略地位开始讲就是讲，若是发生战争台湾甲中国发生战争，这绝对毋是台湾甲中国的代志尔这是全世界的代志第二部分就是甲大家分享讲，几个就是流传真久的军事谣言要安怎来破解等等就是希望大家会当经过这门课以后，就是讲你袂互遮简单都互人就是骗去第二个就是第二个课就是甲大家分享讲这资讯战嘛，资讯战其实是即马算讲是讲大家常常听到的一个名词但是我相信其实有可能大家无啥了解资讯战是啥物意思，你可能大家拢就是讲简单是假消息安尼，其实伊毋是遮尔简单安尔所以讲咱这门课就是一开始会甲大家讲资讯战伊的定义是啥物伊伫平常时伊伫开战进前伊伫开战了后会发生啥物代志，伊会啥物手段有几种形态来进行会拢甲大家分享所以讲你若是对这个资讯战较了解以后咱就是对伊的抵抗力就愈强好后一张谢谢感谢拄则有讲到嘛，咱若是心防方面来就是有建立以后咱就是爱所来就是爱学讲要安怎生存尤其是伫战争发生的时阵，你要安怎生存落来所以讲咱第三个课第3门课就是来教大家讲伫战争的时阵你安怎维持你的个人的卫生还是讲譬如讲你发生比如防攻击有爆炸有啥物状况发生的时阵，你安怎会当做简单的处理若是有人受伤还是安怎
你安怎做简单的处理吼，会当甲人就是莫互遐受伤的人吼，无法度就是到病院伊都无法失去伊的性命安尼，吼，这是第3门课，吼，第4门课嘛是，吼，上介重要就是讲，吼，譬如讲，咱即马就是爱学习讲要安怎来计划，吼，这个避难，这个准备，吼，譬如讲你安怎判断讲，你即马你厝内底附近是危险的还是安全的，吼，你譬如讲你的亲戚朋友，吼，因兜是危险的安全的，恁若是要配合，吼，这路线要安怎安排，吼，譬如讲内底佫有讲就是讲，譬如讲你的避难的背包，吼，避难的牌啊，吼，内底要准备啥物，吼，这拢是咱课程内底一定会去讲到的，吼，大家会互大家时间讨论啊，做伙来想看觅讲，要安怎准备才是适当的，吼，后是长感谢。好啊，你若是完成一工的基础营的训练以后，吼，应该真侪人拢会感觉到基础营的物件其实无啥有够啦，吼，所以讲咱就是有 level 2的课程，吼 ，level 2的课程大家咱看到讲，阮拄则4门课，吼，伊后壁会有 level 2，吼，个别的 level 2的课程会当去学，你若是我拢是鼓励大家讲，你若是有兴趣的，吼，你若是想要成为其中一门的专家，吼，你就是去学 level 2的课程，吼，这就是完整的规个学行课含义要教的代志，吼，上尾一张，谢谢，吼，就是讲因为。特别来讲过即件代志，就是讲伊真侪人咧 complain 讲，吼，咱学行学院的课伤歹抢啊啦，吼，所以讲来，阮其实即马真侪时间拢咧开发线顶课程，已经差不多50成，差不多50成，所以讲刷落来就是讲希望大家，你毋管你是伫台湾还是伫海外的朋友，你若是兴趣学即寡物件，欢迎到时阵来，就是订阅咱的线顶课程，感谢我今日的分享就到这，感谢大家。迄落，我伫遮想要替大家甲明爷问一个迄落问题啦，就是你问，让小可甲大家小解一下讲，就是你是安怎会进入到即个所谓的乌行，若是讲消息玻璃在，你一开始是安怎入来？小可介绍一下，互大家对你较了解，若无就是敢若是一个讲师安尼呢。对，大家较想要了解讲你的人啦。我的人就是讲，其实我毕业以后，其实我真侪时间拢是伫咧台湾基进内底做志工啦，所以讲嘛是来基进以后熟悉即马的执行长小小老师嘛，熟悉以后就是讲，去年选举我是五行台医师的总干事，选举了后，就是小小老师有甲问讲，因为乌行即马真欠人，伊需要人啦，所以讲，就是讲我是讲真正为虾米会入来这个乌行内底，就是因为小小老师啦，就是我嘛是对即方面嘛是真有兴趣，所以讲，就是希望会当尽家己的一份力量啦，对，安尼。有啥物别问题无？好，其实明爷是一个真安怎讲？我感觉伊是一个真有担当的人啦。伊迄个其实伊真安怎讲？学历嘛真好，嘛参加足侪活动啊，社会运动我对伊的熟悉就是为迄个基进的志工开始，较熟悉了就知影讲其实伊北内是足侪料啦吼，所以我意思是讲等下 Q&A 的时阵，大家尽量甲问啦。好，
好，安尼，咱感谢明友甲咱分享即个学习的课程。过来咱请即个 Luna 即个地南洋基金会执行长老 Luna 来甲咱分享伊即马在做的事工。好，Luna，请。好，各位主持人甲各位大家晚安，大家好，吼。歹势，我突然头拄大家有看我记哩，那爱困，因为今日透早就起来，因为阮地南洋基金会最近有一个就是迄个自由文理，吼，就是去探讨讲地南洋去无共款所在的脚热，吼。即个代志真重要，就是讲阮陆续一整理，还是讲开始学地南洋先生伊的资料。看客出来，就是开真侪时间，就是讲即个资料甲地南洋有关的一寡代志，愈侪人知。想要做即个代志，有一个重要，歹势我今日无用迄个 PPT， 我就直接用讲的。主要就是讲，阮想要互大家了解，讲地南洋先生，伊绝对毋是干那讲好，我主张言论自由，还是讲我主张台湾独立。咱其实要透过伊的物件去思考，去等于看伊即个人较完整的过程，包含就是讲，伊就是甲咱相像，就是一个做平凡的人。我头拄好看迄个卡路伊的迄个后壁嘛有迄个，我是地南洋，我主张台湾独立迄个图片，我感觉迄个 message 甲迄个 image 足强的。嘛，因为安尼可能有一寡人会袂记你地南洋，伊其实是有办杂志，有一寡人可能会袂记你讲地南洋先生，伊是伫办杂志以后，伊推出三个最重要的运动，因可能大家嘛袂记哩讲，可能地南洋伊本身做一个，伊其实是一个咱讲的一个乌汉字的台湾人，或者就是咱讲的外省第二代，台湾第一代台湾人。所以伫即个过程内底，阮想要学台湾人，有一个新的一个 approach， 有一个新的概念去了解伊。歹势，我讲较紧，总讲我讲上紧，大家用互我做一个单落，你用互我讲你若上紧，好，我稍微较慢咧。所以，即个重点嘛是讲，咱开始要用一个无共款的角度，对地南洋基金会来讲，可能阮甲头拄迄个名义，甲迄个卡路做代志较无相像，就是讲，阮是透过一个较，可能一寡人讲，阮是透过一个较去说明。就是做一个社会的social communication， 好，做一个 human rights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 的这个 approach， 去互大家了解讲，是安怎去咱这个时代爱去认捌地南洋，是安怎爱去甲大家来讲地南洋。多谢洪辉老师有帮我迄个自由文理的这个顺顶的这个资讯吼，放去里面顶。我下等嘛会送一个迄个阮的。除了自由文理顺顶以外，资料嘛是阮最近有开发一个3D 的吼，迄个线电的迄个纪念馆的一个迄个免怎讲，歹势我讲袂出来，就是迄个网站吼，互大家熟悉讲好，伫迄个所在，恁用看到纪念馆，一方面嘛会用讲透过无共款的一个角度来了解地南洋，即个代志对阮来讲真重要，歹势。就是常常有人会讲，是安怎代志已经过34冬啊，台湾人爱搁去讲地南洋，可能足侪人会有即个疑问，就是讲地南洋已经过身啊，台湾嘛那真甲一个有一个咱讲的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虽然讲即个国家佫毋是咱讲的咱有甲认同的国家，虽然讲即马头拄仔。包含民意讲的，就是包含卡路讲，就是讲看起来咱是有机会，伫迄个全世界伫一个言论自由即个国家的迄个咱讲迄个先导内底，咱会用排头前几名。地南洋先生已经帮咱学遮物件，已经有拍破，是安怎甲今日即个时阵，咱要搁讲地南洋。我感觉讲即个代志嘛是咱用客观的问学题，咱对地南洋。即个 icon 吼，即个人到底认捌偌济？我即个问题嘛问大家吼，因为主要是讲我感觉大家可能有真侪人应该拢捌伊。毋过我安尼讲的时阵，我嘛想要
请教大家讲，恁敢知影郑南榕伊人生的过程内底有做一阶段内底，伊是做，伊毋是一开始就做成功的，包含讲伊一开始，我一寡时间甲伊的一生讲出来。我毋知大家敢知影郑南榕伊出世纪1947年，就是228迄年，做一个228迄年出生的囡仔，伊其实伊厝呢，伊其实有加减拢有受到228即个代志的冲击，就是因爸爸迄时阵拄好，因爸爸是日本时代来到台湾的福州人，因妈妈是家人人，所以1947的时阵，因爸爸拄好等于中国要害因妈妈讲，要害因算因阿嬷迄边的妈妈讲，伊去台湾已经找着一个真好的太太，嘛要伊的囡仔要出世啊，伊想要去台湾定落来，台湾做一个伊的故乡，所以伊想要害因妈妈讲即个好消息。毋过伊等于中国时阵拄好拄着后尾228，甲迄个3月屠杀，所以伫迄个时阵。因爸爸是算讲伫迄个港口是无法度入来台湾的，所以因妈妈带着郑南榕离去其他的亲情的所在，所以伫迄个过程内底开始着郑南榕伊一生做侪甲228即个代志有相关的代志，所以一寡人会感觉讲是安怎郑南榕要徛出来做228即个代志，其实阮今日拄好去家己开店，所以。我毋知影大家有印象，就是总共有一个相片，就是有一个人伊带着足侪咱台湾的前辈台湾人，徛伫迄个家己火车头，有一个黑白的相片，伫遐就是咱讲的，就是歹势，我袂晓讲即个台语，鞠躬弯腰，即个就是郑南榕，即个代志行礼，行礼吼。即个代志真重要，就是郑南榕伊讲真歹势，阮想原来对郑南榕来讲，就是讲1986年开始做运动，毋过头前往了年，就是伊开始伫1984年来创办自由时代。1984年创办自由时代，有2年的基础以后。伊开始推杀519，嘛是大家真了解，就是讲历史行动是一个反戒严，追究台湾的咱的迄个戒严法，爱害伊，就是咱讲的 anti-martial law，后续郑南榕限关8个月，伫8个月时阵，伊有感觉讲，伊即个限关即个代志，绝对毋是干迄个咱讲的是一个足简单的迄个。一个毋是一般的代志，伊是一个政治的事件，包含就是因查某囝郑德梅，伊即几年伊看一寡因爸爸就是监视的一寡迄个监控的一寡资料的时阵，伊有法度了解讲，因爸爸是一个国民党即个党国的 party state 即个体制内底，一个咱讲的伫迄个过程内底受到压迫的人。迄个压迫的程度可能会超过咱大家拢有法度了解，就是迄个压迫是足恐怖，所以慢慢，阮也感觉讲，即个过程是爱和大家讲的，所以和郑南榕一般的资料，甲包含就是讲，咱没有啦，即个社会讲郑南榕即个代志，阮和伊可能大家即摆听我讲，咱足侪资讯的，毋过我就是讲，阮和足侪资讯的资料开始整理是一个上基础的，甲一般的人讲。因为大家拢是先辈，所以我就袂入去迄个 detail。重点就是讲，即个过程内底，我有发觉一个代志，就是讲，没有啦，和一般的人对这个代志有感觉，即个代志嘛是真重要。真重要就是讲，阮毋若甲因讲郑南榕，其实阮感觉有一个最重要的资讯，就是讲，透过郑南榕来了解台湾。来了解台湾伫无共款的时代，无共款的迄个每一个做关键的时阵，台湾面对的问题，包含郑南榕伊想要去突破的代志。安尼时阵，大家才都去了解讲，郑南榕做一个做平凡的台湾人，伊想要去后尾透过伊的一个
咱讲的自救，咱伊下伫关于伊的迄个自由时代总编辑室71天，伫上尾一天的时阵，国民党派咱讲的足大批的迄个军队，吼，咱讲的军舰，甲特务要来掠伊。伫迄个过程内底，伊必须要就是用自焚的方式来牺牲。毋过，大家通常会上尾迄个代志讲好，头拄仔可能嘛是卡老讲，总讲大家来看上尾迄个结果，迄个自焚，含感觉大家感觉讲真悲伤。吼，总讲咱感觉后尾感觉大家讲电南用就是讲迄个死，即个代志大家感觉做悲愤的，做悲伤的。毋过就是讲，主讲咱无法度去了解讲是安怎啥物状况，电南用爱用迄个方式来表达伊下伫的时阵。可能都毋知讲迄个后壁是爱，所以阮感觉讲是安怎有一个重点，就是讲阮透过去来弄去过去伊迄总编辑内底一寡，不论是伊的批日记，吼相片，就是讲明明即个人是爱着伊的家庭，爱着伊的查某囝，爱着因的足侪，咱讲爱即个世界，是安怎爱用迄个方式。当阮用即个角度甲无共款的人去讲电南用的时阵，大家有法度用无共款的角度去了解。包含就是讲，伊过去少年的时阵，伊嘛想要创业，伊嘛有生理失败时阵，嘛有欢喜的时阵。毋过伊35岁，伊有一个伊写迄个日记，写迄个批函朋友，迄个朋友因拄好去外国。电南就讲，我伫35岁即个生日内底，我做一个台湾人，伊开始看到即个历史的错误，伊佫有较震动的心情，就是讲。迄个时间点拄好是1979年美丽岛事件，1980年林义雄先生因妈妈甲两个迄个 twins， 就是迄个查某囝下迄个国民党台，另外就是讲伊个大查某囝嘛身负着重伤，即个代志以外，个后续1981年陈文成博士伊个迄个命案，所有遮个代志都合一个过去，伊捌有一度，就是讲，我爱去参与即个代志，和即个电南用伊个规个人一生拢开始变无共款。所以，伊35岁的日记内底，伊才会去感觉讲，我是毋是爱为着我的查某囝，甲后续台湾新的一个 generation， 我爱去做一寡无共款的代志，希望后续的台湾人有一个健康，有一个正确的制度，有一个较好的社会。可能比无美国，比无日本，毋过我有法度做法这个代志无。即个物件当阮看着、揣着的时阵，吼，即个物件其实拢是后尾伫电南中伊的迄个总编辑揣着的时阵，受到上大的冲击的，其实是伊的查某囝甲伊的太太。是安怎来讲？就是讲过去即34天，电南中因太太叶菊兰女士会下顶问讲。爸爸是真爱你的，爸爸是真疼惜你的。毋过对于查某囝来讲，毋过伊上尾迄个决定是伊离开，所以伊有阵时无法度接受讲是安怎伊的离开，用即个方式。当伊下伫看到即个批的时阵，伊心肝头伊有感觉讲伊有通安慰着，因爸爸是真疼惜伊，疼惜伊的家庭，疼惜而且是疼惜台湾。所以阮开始和台湾人讲，电南用的离开绝对又毋是为着富。Luna 的声音较上，讲是断线啊。我感觉Luna伊遐个可能伊的连线有问题。有可能手机啊，伤过热啦，温度伤悬。紧，迄个咱会使，咱会使先 Q&A， 是迄个我有看到陈芳辉老师有入来吼，伊对迄个自由伦理嘛真了解，是要拜托伊小可补充一下，毋知阿辉敢有方便？好，阿辉老师刚方便补充，伊开麦克啊。补充一下。喂，
我先甲大家讲一个讲，真欢喜今日听到 Luna 用伊的演讲腔来甲大家分享吼，所以伊的迄个足侪音拢变演吼，这是伊的腔口的即个特色吼。真罕得有机会听到演讲腔的人讲话吼，啊，大家今日真有福气啦吼。嘿啊，Luna 嘛是熟识足久的朋友啊啦吼啊。就是地南洋基金会啊，最近这当然Luna做执行长是最近无偌久的代志啦吼。啊，我想Luna接有一个真重要的即个功能，就是讲会当透过因为伊真正嘛伫即个清平台吼，迄个雷军前部长吼的迄个清平台迄个基金会捌工作过吼，啊，所以接触真侪无共款的少年家吼。嘛有足侪 idea， 就是讲要安怎甲来龙吼，即个先摆的即个一寡理念，也是讲伊的一生的故事，会当用各种无共款的方式，吼，互更较侪人来接触来了解，所以我看伊对自开始接即个来龙的基金会执行长吼了后，一直咧办真侪，就是要对搁较一般大众吼去即个传播理念啦吼，遮个代志。最近伊嘛有迄个请我甲伊斗相共吼，要甲一寡即个来龙的纪念活动的部分的即种台语演讲吼，甲伊配即个台文的字幕啦吼，所以嘛是望透过Luna伫个即块吼，会当搁甲台湾的物件会当搁传播到咱科仔外安尼，迄个等迄个Luna入来吼，则搁交互伊吼，伊即摆敢若还袂入来吼。我是拄仔想讲会听着，听着迄落卡路甲迄种名言吼的分享吼，我就想着讲，其实迄个虽然拄则名言是讲较简单的啦吼，但是因为我嘛是已经有参加过乌熊几摆活动吼，就是有影是歹抢无毋对吼，名额少就是报名拢真紧就满额。Luna 转来啊吼 ，Luna，即摆会使讲话未 ，Luna？有，我头拄有听到阿辉老师有帮我说明，就是讲最近地南洋基金会做的代志，多谢你。嘿，歹势，安尼你搁接线啦。毋过你先下迄个乌熊的代志先讲下完无要紧。我先嘿。对。迄个就是迄个咱即马我意思是咧分享讲，我有参加过乌熊的即个活动。我感觉讲真实用啦，吼，真实用。总是就是讲，即款活动应该是毋若实体，毋若线顶，就是爱愈办愈济场吼，互各种无共各所在无共款的人，拢会当尽量接触到遮个基本的资讯吼。因为虽然讲是真实用的物件，毋过并无想象中的遐尼好摄取啦，吼，就是讲可能概念咱大概知影，毋过你要安怎落实到讲，可比真正有需要咱来做救护的工课时阵，虽然咱无迄个护理师的牌，毋过咱嘛爱至少，譬如讲着伤安怎去处理吼，简单的即个处理，即种的我想嘛是需要训练过甲实作过吼，才会当到时真正用会着啦吼。我是淡薄分享，我实际参加过乌熊的活动吼，好康报互大家知安尼尔吼。好，搁交互Luna吼。阿辉老师，我想问者，伊头句仔讲你先，咱讲你先，这敢是你讲的演前，就是拄则头先演前腔。这是演前腔吼，演前腔就是即马中华的迄个因为汉字写永远的永吼，前迄个独立的立正手边一个清嘛吼，就是咱若外地人看到即个地名，拢会讲永靖嘛吼，毋过因遐腔口是演前啦吼，所以我拄仔毋则头起先讲，今仔日真有福气听到Luna用演前腔来甲大家分享吼，这真正
无迄个机会通听啦。我试过去吼，嘛无啥拄着讲真正讲演正腔的朋友吼，就算是大人吼，嘛无一定即马完全就是做看着无熟悉会讲嘛无一定吼，嘿啊，所以就是请你若继续用演正腔来讲话，互阮迄个当接受搁较深的迄个演正腔安尼吼，好，感谢。演前的腔就是演前的变练练点点啦。对啊，迄个机仔变练练电电，迄就是阮咱会讲啊，做自然就是讲演正机啊变练练电电。对。啊，一寡人讲恁安恩不分。对啊，事实上就是咱的讲英，因的讲演，这是正常，就是因的腔就是安尼啦。嘿啊，所以就是所有的咱的迄个英的迄个字，反正就是你若拢会讲演，才是对的安尼啦。吼，好，安尼请你若继续，感谢。好，啊，毋过伫遮我想要讲就是，我一寡时间介绍演正腔。我会记你讲，我细汉的时阵，阮爸爸伊要塞车要带阮妹妹去上课，拄好阮爸爸讲某某人，你好啊未？吼，你好啊未？就是你有准备出发无？妹妹就讲，我爱食牛奶，我爱啉牛奶。可能对一般人来讲，阮爸爸是社头人，伊就听我妹妹讲啉牛奶，我奶仔都拢袂会爱牛奶。毋过对阮来讲，就是恁讲牛奶，阮会讲牛奶，就是牛奶 milk。好，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讲，阮爸爸会讲好，好，安尼咱要来去啥物所在无？阮妈妈讲即摆无闲啊，无闲，无时间。阮爸爸讲无闲，咱是无缘分，毋是我是无时间。第三个就是讲有一道，我和妈妈坐客人车，坐客人车的时阵，我甲妈妈就甲阮爸爸讲电话，阮妈妈就问阮爸爸讲，食伊开车，毋过阮演正腔，阮兜的腔口是讲食伊赛车，毋过阮完全无去讲着无好的代志，阮讲食赛，会着有一个着原来的腔口。即个时阵，后尾阮坐客人车的时阵，后尾迄个头前的司机挡袂牢，伊就歪怪讲，即个太太甲即个小姐，恁看起来嘛真斯文，像我跟你讲食赛，我讲绝对毋是，阮是讲食伊赛车，所以就是讲，一方面是。真重要就是讲，厝里拢个有讲台语，一方面就是讲，即个台语即个过程对我来讲嘛是有机会再去讲阮即个母语，就是过去我其实是捌受着，我细汉的时阵，我伫迄个学校是捌受着迄个咱讲的国语政策的压迫，就是讲袂使讲台语，老师的迄个麦克就是伫你会挂900会罚5箍，以外就是伫你迄个学校内底，可能你甲你的同学无小心讲着台语的时阵，你就听着讲你的训导的主任，伊的麦克客的，就是全校，因为学校做细，全校就讲刘露娜不要讲方言。迄个代志，互我是真大一个，我感觉是真大，对即个台语即个语言有一寡，咱讲的是一寡做无好的一个无好的记忆。所以我感觉有一段时间，我对即个语言的认同是有我学伫的一个过程。即个过程一直到我国中的时阵开始去学习，就是去了解讲日版。台湾人对即个台语的一寡问题时阵，我开始有一寡反省，就是讲做一个咱讲的装脚囡仔。其实大家可能无法度相信讲装脚去实施即个国语的即个政策内底，迄个严格的程度是比都市搁较深。所以即个演正腔是别项，咱讲的，我以前嘛是做细汉的时阵，可能嘛会去国去咧学白飞，就是讲台湾人即个过程是真一个 long journey， 就是一个真长的过程。所以对我来讲，当然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嘛是像咱讲后续，阮去做侪代志的时阵，有会摕到一个做特殊的心情，就是讲过去咱可能对家己的母语无够熟悉。对一寡代志，可能讲过去，可能你有一度，你嘛感觉你的认同可能是中华民国人还是中国人。当你有一个觉醒的时阵，你一心想要为你过去做的代志做一寡无共款的代志。
所以这嘛是啥喏？我当同学我邀请讲用台语来讲的时阵，我讲好安尼我试看觅，可能讲了无好，甚至大家感觉讲，这演真腔听起来那种超年代，啊，就是真正，这演真腔就是超年代，大概是安尼。啊，我一寡时间就是咱讲电南用基金会怎么做的代志，就是阮透过大家较无共款的角度来介绍奶龙，来互大家较知影讲奶龙伊一个较完整的伊的即个人的过程内底，你就感觉讲。伊若甲阮兜的某某人做相像诶，伊嘛是可能爱食物啊，会结婚，啊真疼查某囝，啊嘛是会有失败成功诶经验，啊伊就是一般人。当大家用一个安尼角度去熟悉来弄诶时阵，因感觉讲我有法度去了解，想要来弄伊诶一生内底，一生内底要用即个方面来去投入拍拼。我感觉当安尼，互大家甲来弄诶迄个距离来诱惑我诶时阵，大家会用一个无共款的角度来去了解地南用伊的思考、伊的过程，甲伊坚持的理念，就是包含伊对228，就是讲伊做一个有伊思考啦，伊感觉讲台湾过去一个外来失民政权，用即个方式来压迫、来杀死做侪台湾人。啊，毋过准讲台湾人面对国民党、面对共产党无一个觉悟的时阵，即个228一定佫会来发生。所以地南用伊去下伫去。咱讲的关于17社的时阵，伊当伊要做一个对外活动的时阵，当伊还伫个是安怎去228即个活动，伊要跳出来做228的平反，吼，即个历史的重要活动的时阵，伊开始思考这个代志。所以做侪代志，做侪 message， 阮都是还整理出来，用一般人有法度理解的方式来介绍地南用，介绍地南用，就是为着地南用意义，是为着讲咱来看迄时阵台湾人普遍台湾人面对的问题，咱。台湾行到今日无容易，台湾伊的民主嘛受到威胁，台湾的未来嘛受到威胁，所以咱伫即个时阵爱有啥物一个较强烈的一个思考，给大家 action， 这是咱即个时间点，咱来去看到代志。所以定然用甲咱即个时代台湾人是有一个 connection 的，嘿，啊，这嘛是阮推设自由文理去有台北行出来去无共款的关系，对着哪种伊的脚迹，安尼一步一步。甲无共款的城市人去讲的时阵，有法度了解一个台湾过去台湾人伊的处境甲伊的故事，所以就是讲自由民主即个理念是咱有法度感受到，啊，毋过伊未永远存在，啊，即个代志是咱即马的 crisis， 即个时间点的危机，嘿，大概是安尼。啊，我讲了伤长，啊，毋过我等下还一寡资讯，后续佫透过网络还是讲秀美老师老师家会用佫后续送下大家贴寄下大家，嘿，多谢，谢谢，多谢。哦，感谢你若讲哦，我感觉你后壁你讲，我规个人拢感觉就热，就是迄种种情感拢互逼出来。嘿，真感谢，我有感受到你的迄个热情，甲你想要讲的。好，我想哦。雄雄安尼头壳空空，好，刷来咱进入即个 Q&A 吼，就是互咱遮边仔咧听的遮的咱的友人吼，会当来提问，吼啊，请大家用即个举手，下骹有一个，我看正边算过来第4粒，有一支手的迄个符号，吼，若是有想要提问的朋友，会当试迄个。迄个七啦，吼啊，我会甲你叫你的名，啊，你才来讲话安尼。好，咱即马有任何问题，还是讲想要分享的，拢会使举手。哦，敢若哦，有迄个梁光兄，好，请梁光兄。我其实我有几个小问题啦，吼，啊，今仔日就是听几位咧分享吼，啊，感觉讲诚感动吼，啊，会知影讲哦，伫台湾即马足侪少年人吼，啊，像安尼拢踏出来吼，啊，感觉台湾真有愿望啦，吼，啊，我想问迄个，这算较技术性、较简单的问题，就是讲迄个要请教明义含迄个卡路啦，吼，
恁咧讲迄个遮个台湾即个防疫个第一线吼，啊，这含较早伫迄个 Toronto 遐个林铁夫迄个 Alberlin 吼，因咧主张迄个民间国防吼，迄敢有关系？啊，迄个敢有相像的理念安尼？吼。咱请还是请照顺序，还是看卡罗还是明月要分享？歹势，这我无听过，所以就无了解。伊讲的迄个前辈，伊主张的是啥物啊？民间国防的部分，嘿。我嘛是呢，其实恁先摆的册我有看过一寡，但是我对伊的就是民间国防的概念，我无讲介了解，所以讲我无法度就是讲比较看卖讲是毋是有相像的所在，嘿。黄辉老师有野手是毋是会当甲大家补充一下是？黄辉老师讲。因为我毋知影梁刚遐讲的，敢是针对迄个 URM 的部分。URM 对。URM 部分我古早嘛捌参加过，毋过落尾我较无参与啦吼。啊，照我迄个较片面的了解，我想就是基本精神是差不多啦。啊，毋过因为迄个乌戏嘛是讲像即几冬一寡遮的少年的吼咧讲的即种防卫意识，应该是搁较针对即个感觉战争有可能会来的即款，就是要针对战争的需求去特别去针对是防可能需要啥物款的人力，还是啥物款各地的即个就是家己保护家己也好，家己会当救护别人也好，即方面的需求来设计。啊，所以我想是较针对即个战争是防台湾人应该安怎准备，这是台湾防卫意识即边我的理解是安尼。啊 ，URM 过去参加，我想就是伊当然嘛是有即个强调讲，咱要安怎对即个土地的认同吼，啊到对即个家己的即种意识、心理即方面的即种武装吼，这拢有强调啦。嘿，啊，只是讲迄个较无迄个，哪像讲战争随时可能会发生的迄种迫切感的迄个，啊，所以较无针对即个实况的部分，来处理。啊，我想若阵后摆即个咱嘛会当搁邀请，就是包含无一定是林牧师啦吼，就是讲林牧师也是其他同工有参与过 URM 的一寡遮的牧师。来分享检测嘛是吼，会当互咱搁较了解迄部分安尼。以上补充。多谢黄伟老师的补充。拄则梁光兄的问题，敢阁有后续的？迄个蔡明宪即摆敢是嘛是有参与伫迄个 URM 嘛吼，啊，敢是嘛是有咧推广即方面的物件。可能阿贵会较了解，所以，若我理解起来是讲 URM 即波的即个民间国防，其实是和 URM 遐无直接的连线就对啦，哈，无一个传承的关系就对啦，哈。即部分是毋是讲会当请即个卡罗甲明义，就针对讲乌熊的创办人，两位共同创办人何庭辉先生甲普马新北洋先生因两个迄个基本的概念嘛，就是小可甲梁光兄就是，还是讲甲大家。这我我这边先来讲看，等者后边看有啥物补充。就你的了解。因为即个物件，日本即个台湾防卫意识促进协会，伊准备做的时阵，就是应该是讲，何成辉，我们叫伊小小啦吼，何庭辉叫伊小小，啊，伊的想法内底就是讲，即马台湾有一个真大的问题，就是讲，遮侪基础的物件。足基础，这有影基础甲毋知安怎讲，这个物件拢足基础的，啊，拢无做，啊无做，佮无人做，啊，无法度伊想要做，
啊，毋过即基础诶物件内底有啥？吼，就是遮基本诶遮个训练，吼，啊，基本诶即个意识，就是伫逐个国家吼，普妈嘛有讲过即件代志，就是讲伊逐个要来做这啊，伊就是做全世界吼民防手册诶研究，就是讲全世界无干若无亲像台湾有遮尔严重诶问题，就是讲所有诶民防手册内底写诶物件，就是教你一寡遮基础诶物件，就是讲啊你到底做一个地区啊，你爱做啥物防卫，你爱做啥物准备吼。啊，毋过台湾的问题其实是真歹势啦。我拄仔伫听这鲁娜讲的时阵，我嘛了解讲鲁娜想要讲的代志吼。啊，就是加减减啦，有一寡心情，就是讲啊，咱其实就小看歹势哦，小看安尼咱敢若迄个神父甲牧师咧传教安尼。我是感觉讲啊，大家伫遮应该是对台湾文化，也是讲这台湾意识吼，台湾主体性遮个物件拢不只啊认同，啊个来拢即个前辈即个人，伊个代表意义其实是大家伫心肝内拢是真沉重，拢是知影的。啊，我会想讲，就是其实好，佮讲转来头拄仔遮，就是讲所全世界所有诶民防手册内底有一个小可甲台湾问题较像诶物件，迄叫做是阿拉伯迄边诶。伊迄个民防手册是写啥？伊第一章第一篇，伊是教啥物？教阿拉伯文化，所以代表伊诶地区、伊诶地缘政治内底，伫迄区内底有无共诶文化。所以伊爱先甲你教讲你是阿拉伯人，吼，所以你诶认同，你诶身份是啥物？啊，台湾就是即种问题，就是你毋知影你是台湾人是啥物，个有人当作家己是中国人，所以做这件代志足头疼诶代志，就是讲你无甲中国当作敌人，你身份认同有真严重诶问题，所以歹创歹做。啊，加减咱即个学院伫做诶时阵，大家讲啊，你要做民兵啦，啊，你要做啥物曹家军啦，吼，大家家己拿钱去上课，大家讲啊，你是迄个左党伊即个吼，伊曹家军啊啥，啊，其实这拢媒体伫黑白讲、黑白写、黑白乱安尼，佮讲到头来，就是头拄仔讲诶，民防手册其实是足简单诶物件，啊，毋过哪会伫台湾变了遮复杂？就是讲伫台湾有一寡人无想要互你甲中国当作敌人，所以何腾飞吼伫过去吼，伊写即个代理人法吼境外影响力吼迄个法案诶时阵，就是伫立法院吼，逐工去弄迄个立法委员的门吼，啊要甲即个法案杀过，这就是为着要保护台湾吼，就是你中国代理人遮尔多吼，啊你无，这是其实歹势我讲了真乱吼，这就是拢是重要的代志，伫别个国家就是会当做，啊毋过伫台湾就是遮歹杀安尼，啊你就是讲有个人就敢若爱甲即个。敢若讲哦，啥物？即摆电视节目有啥物冠名赞助播出有无？无要紧啊，你要做中国代理人会使啊，你爱写你写你名啊，吼，这个中国吼中华人民共和国赞助播出安尼。即摆敢若普马蒂讲的资讯证的部分就是安尼。伫 YouTube 顶头，伫台湾 YouTube 伊的sponsor 就是。赞助前10名内底有9个，拢是你讲台湾歹，中国好；你讲民进党歹，中国好。所以因换即个别位来等即个钱，啊，互台湾人你替
中国来讲吼，对台湾无好诶话，安尼，所以就是真侪代志啊，应该做无做啊，所以乌云就是迄阵何庭辉想要做诶代志，就是迄台湾防卫意识。迄阵我想了搁较简单，就是阮甲迄个民防手册吼，甲写出来做出来，啊，我去找里长，咱去试过啥，安尼，迄阵是安尼。啊，当然何庭辉伊诶想法嘛，若甲咱讲，啊，伊迄阵会伫做这个代理人法的时阵吼，就甲普马熟悉，啊，甲伊熟悉了后，普马应该是一个人缘足好诶人，所以，有人举手吼。无要紧，卡罗咱就是先，明义敢有想要补充的，就是拄则卡罗讲的，啊无讲到的，敢有？我先回答先摆问题啦，就是讲，根据我的了解，其实乌训的课程甲迄个URM是无关系。其实我差不多5档进前，我嘛去过 URM 的因的基础营，嘿，就是讲 URM 伊是较专心，伊的重心伫训练人参与社会运动，吼。啊，但是乌训的重点是讲，就是甲拄则洪辉老师讲的共款，就是讲，其实，咱内底人拢感觉讲，其实5档之内，就是台湾发生战争的几率其实无低啦，吼。所以讲，阮就是甲重心放伫咧讲，若是真正发生战争的时阵，大家应该要安怎做？这才是咱的重心啦，吼。所以讲，其实伊的重点是完全无共的。好，多谢。哦，安尼我看到迄个李占先前辈有举手，咱请占先前辈。我来，URM 吼是一个非暴力运动啦，啊，就是迄个 Mr. Sharp， 伊有一个198个公民防卫术啦吼，啊，伊运用这个公卫术去世界去互集权国家统治的国家互因方法免啊对抗，啊，迄个防卫术啊真有效，就是乌克兰乡阵啊独立，就是靠这个非暴力的。啊，甲缅甸乡怎回报咧？啊，上要紧的就是迄人阵啊，做 polity 三小国啊，因来手牵手啊，啊，从引起世界啊吼，啊，大家注目啊，啊，罗西亚不得不来投降，互因独立，啊，是足成功的一个迄个独立运动的一个要件。啊，迄人阵咱台湾。所以阿比亚要选第2届总统的时阵，就是李应元就去主持，讲手牵手护台湾，就是靠 URN 迄个非暴力的方式安尼。啊，这个方式就是讲要国家独立安尼吼。啊，咱即马要讲的乌营的这个代志是，佫是另外一个战术啦吼，是无共的啦。就是讲人已经来甲前门大户入来甲咱兜。咱要安怎甲伊对抗安尼？这些我所知是安尼。阮迄样阵，我哪会知影这？因为我伫讲迄个你讲过，我来听内面有一个讲林德虎教授吼，伊就是去引进这个URM 的这个情形啦吼。啊，我直接甲大家分享。感谢。多谢占先老师。Luna 有举手，是不是？我其实拄好，阮即摆整理内容的资料，所以嘛看着讲内容伊自少年的时阵，伊嘛有读遮个册。啊，伊本身就是讲，咱讲伊学伫关起迄个杂志社，啊，包含就是上尾伊自焚，伊其实伊一个做牵手理念，就是伊要做非暴力的抗争。就是咱大家想一件代志，就是讲，虽然讲毋是所有人有法度了解，还是有法度接受讲，伊上尾伊用自焚来牺牲，啊，毋过咱来思考一个代志，迄个火是伊烧去下伫县区，汽油伊倒去下伫县区，伊毋是下遐物件往国民党遐带去，
过程当中，当然有一寡人会鼓励，来拢讲，咱是毋是要去有一台迄个啥，有一趟去，咱都还杀来去迄个总统府，还总统府烧掉。有做侪无共款的朋友，拢有无共款的声音。啊，甚至就是讲，搁较头前过去，来拢甲海外一寡独立运动的先辈，甲一寡朋友，包含就是讲柯世凯、柯教授，佮无共款的阶段内底，台湾人甚至搁较头前柯信良，因迄时阵拢有去甲来拢合作，有包含就是讲，因为一寡讨论，有一寡人鼓励来拢讲，恁是毋是要考虑武装革命？按古来拢还讲，伫台湾即马即个社会，伫即个时间点，无即个条件。对伊来讲，伊感觉一个最重要就是台湾人爱做一个启蒙，即个social awareness， 即个 enlightenment 对台湾来讲，即个民主才有法度去台湾，有法度台湾徛起。台湾人有一个政治的意识，有一个民主的意识，即个民主才有法度长久。因为伊看到讲，迄时阵国民党内底迄个政权内底做侪拢是军人，迄个头人做侪拢是咱讲的亲自单位的人，嘛做侪拢是要用暴力做强的方式来压制台湾人。所以对伊来讲，伊会去思考讲，啥物的手段是有需要。其实来拢伊自少年开始，伊读做侪即方面的资料，甚至伊就是讲，对伊来讲，办杂志、做社会运动，啊，包含就是讲推杀228的即个运动。爱甲和平，伊是一个有抗争意识的一个和平的主义者。伊的抗争，伊对抗迄个独裁，对抗威权，伊是真清楚，就是讲有必要时阵，咱有一个意识，无即个意识来支撑的运动有危险。所以，阮伫即个过程当中有法度去针对来拢，伊甚至有国外做者想要救援伊的人写批，就是讲。我做一个去主张言论自由，我做一个主张台湾独立的人，我这是一个上起码一个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做一个台湾人，我一个意志的展现。啊，你哪会用讲？因为我安尼做一个 non-violent 一个 protest， 你就用讲我是一个下汉叛乱，这个罪名。所以伊一生内底，伊用做这方式，想要把这个代志讲个清楚。毋过就是伊离开的方式，咱讲迄个 message 足强的，迄个 image 足强的，所以做侪人毋知影讲，其实地南用请毋通袂记迄个火，迄个light 遐去又是伊遐伫很酷烧起，绝对毋是迄个物件面对咱去国民党。啊，毋过后续因为伊的死，嘛下台湾的做侪无共款的人开始有一个新的意识，啊，即个意识咱讲的死过身。甲一个新的生命有安尼的一个交替，啊嘛是台湾的一个民主的过程内底有人因为这代志牺牲，所以对台湾后续一个民主的阶段有做侪款无共款的意义，所以地人用伊做这个代志，伊是有经过做侪思考，包含就是讲伊看韩国的运动越南，咱讲的 Burma 吼，包含就是讲迄个无共款这国家内底遐人甚至就是 Tibet。这人伊是安怎会用来下地来自焚这个方式，想要追求一个力量？伊感觉总讲下需要爱牺牲，迄个人会是伊下地。嘿，啊，所以这嘛是阮即马去整理的资料时阵，想要互大家知，就是讲来拢伊绝对毋是讲迄个时间点，伊才想要自焚的，伊是一个做思考做长久的人，伊所想的代志，伊做的代志是用做侪时间去思考。伊讲。我要做一个决定是，我会思考足久的，可能大家看我安尼思考安尼反复复，啊，毋过总讲我下定决心，我是会下即个代志，我想要来做好。所以咱讲伊42档的生命内底，伊是安怎有法度？伫伊1984年，算讲伊1981年、1980年甲1989年即个时间点，伊会做较侪代志，伊的时间加足紧的。啊，即个时间加速进来，伊就是看到台湾的机会来啊！嘿，啊，所以我讲就是讲，即个代志，阮是安怎？虽然讲我若要去讲，来拢伊嘛是有读 URM 的，阮看伊做侪读做侪甘地，吼，看迄个曼德拉，吼，看迄个美国遮的迄个民权运动的物件，啊，包含就是柯信良，吼，包含就是讲可能伊看有嘛看到林泰夫教授遮的物件，含过是安怎？伊选择即个手段，啊，即个手段对阮来讲，他是一般人，伊无法度接受的啊，所以阮想要放来拢下即个
即个代志用无共款诶代志，大家搁等于知影伊，就是讲非暴力诶控制内底，就是咱来思考，就是讲准讲乌刑，因为我较伫嘛有去上迄课，我嘛有是去上转化诶课，就是讲即个代志咱面对强权，你爱安怎抵抗？啊，即个抵抗是重要。啊，毋过咱去甲别人讲诶时阵，咱要害迄个意志，迄个意志害因带出来。我感觉这是两种无共款诶代志。嘿，啊，歹势，我简单嘛对即个代志有一寡想法，所以甲大家分享，多谢。阮即马迄个你讲过，我来听。阮即马伫特首伫准备郑南榕先生诶故事啦吼。啊，多谢罗娜提供遮诶资料。啊，阮会用迄个角度去看郑南榕啊，主要嘛是要讲一摆个故事，就是要互咱较后辈少年家知影讲，咱台湾的现在民主毋是伫天顶落落来，是足侪先辈吼拍拼的精神留落来吼。啊，我是即马即礼拜阮要做郑南榕正伫准备中啦吼。多谢露娜甲战前前辈的分享啊，咱请问听你安尼讲，我嘛就想要分享，啊，毋过袂使，我是主持人，就是咱线顶即摆有志，敢阁有人有任何的问题想要问，也是讲有想要分享的，拄则咱遮的讲者讲的内容，恁有想要来分享或还是回应的？拢会使举手哦。我大家咧还搁咧想诶中间吼，我过来问露娜一个问题啦吼。大先真感谢你对即个郑南榕这介绍吼。啊，其实我嘛算讲对台湾诶即个情形有咧关心诶人，毋过你今仔日讲诶郑南榕吼，互我搁对搁较有进一步即个人吼，毋是干那讲点点事件，讲即个人诶伊诶思考诶方式吼，会较对伊较有较深诶理解啦吼。啊，我是想要请教一个问题，就是讲伊决定讲要自焚进前吼，伊敢是家己关起来吼，关一个足长诶时间。啊，我听讲即个时间诶时阵，有一寡长老教会牧师吼，有去合伊做家庭礼拜吼。啊，遐个内容吼，是到底是啥物款？啊，敢有记录还是啥物？敢有记录留落来？我歹势，多谢老师提出即个问题。其实伊这71天，伊伫关起来这71天内底，有长老教会的朋友，包含就是阿辉老师嘛有去过，所以有一道阿辉有甲我讲，就是4月初六迄天，因甲一寡高主任牧师，伊讲教会朋友才去甲内拢，伊有一个算讲帮伊伊做一个祈祷，爱去甲伊做一个有一个去看伊。啊，即个物件阿辉老师有甲我讲过，所以伊讲啊，其迄个代志以后较侪当伊拢毋捌搁当去迄个所在，就是自由时代杂志社迄个所在。对伊来讲，迄阿辉伊感觉讲，伊永远拢想袂到，迄天隔壁连一天后尾，就是迄天因上尾一届看到内容的时间。我想要讲即个代志对我来讲最重要，就是我开始有安尼一个资讯，我就开始去找杂志。我就去找做侪物件，我看到啥物就是讲271期是内容，伊过身进前上尾一道，伊去参与迄个有参与，就是讲伊参与讨论写的一个上尾一期，272期的时阵，就是伊过身以后迄期，我有看到一寡资讯，啥物资讯？第一就是迄时阵内容伊的同事少年同事叫陈玉华，伊就去想着讲。其迄暝伊要离开杂志社，因为大家拢已经完稿啊嘛，吼，迄个物件要出啦嘛，啊，所以迄天拄好教会朋友去看内容，啊，所以伊有印象就是讲内容伊要，因为伊通常拢真照顾遮诶少年的记者嘛，因遮特别是讲大家爱做换遮会转去，拢会还讲爱说钱，所以有印象就是讲迄暝内容
嘛，伊迄暝伊其实对伊来讲，伊做少年，伊无感觉就是讲慢慢，迄个威胁足重诶。啊，毋过伊感觉已经有一寡气氛无相像。啊，毋过伊要离开诶时阵，伊有看到乃龙伊遐唱歌，啊，迄个唱歌就是义工教会朋友因前一工，应该是讲迄工因带领乃龙甲一寡志工朋友唱诶歌，唱圣诗。所以有印象就是乃龙伊唱歌无好听，啊，毋过伊看乃龙伊遐唱，啊，就甲伊拍一个招讲伊要转去啊。啊，乃龙通常伊诶员工暗时要转去诶时阵，因有迄拍字诶，一寡因诶一寡人诶暗时来拍字，啊，伊就还讲啊，你要坐某某人诶车无？安尼等较安全。啊，因迄时阵就是咱讲诶4月诶假期，啊，当然对少年人就讲，我想要出去佚佗，学啥就讲无啦，我无要坐车，我要下转去。啊，所以我开始学遮诶物件拢害伊开始去看着，包含就是讲伊4月初7迄天透早7点外，伊甲柯世凯教授国际电话伊讨论讲台湾未来前途，就是讲后尾阮去找着讲台湾青年，甲看一寡乃龙的一寡资料，甚至阮最近前一个月阮看到迄个 fax， 就是伊柯世凯传达给伊的一个教稿的物件。啊，当阮学遮物件摕下愈详细时阵，阮想要去对外界一个印象，就是讲乃龙伊伫4月初7自焚进前，伊的意识。伊所做诶代志拢是做清楚，绝对毋是国民党讲即个人起笑，即个人看袂开，毋是，伊是做清楚，伊做啥，甚至就是讲有朋友来看伊，有写物件，伊继续写，啊嘛甲柯世凯教授伊讨论讲，我明下一本人知我诶 statement， 啊甚至还是用日记写一篇物件。所以，阮做遮诶代志，看遮诶资料，一个重点就是讲，阮想要下。乃龙伊较完整的即个伊过身进前伊想的代志做的代志，台湾人知，所以伊毋是伫遐口等讲吼国民党你来了啊，毋是伊照常生活，照常写稿，照常甲人开会，照常伊讨论台湾的代志，甚至因为做侪社会运动的现场，伊拢会做迄个细本册，哈柯世凯教授的迄个台湾共和国宪法即个物件去印互大家看，所以爱搁改版嘛。所以当安尼看诶时阵，你就跟他讲，即个人伊过身进前读骹是做清楚诶。啊，即个清楚就是讲，伊嘛知国民党要用做一个做无好诶手段来掠伊。啊，毋过伊是真正伊讲诶，伊安怎讲？伊伫迄个有一期，伊请杂志社诶人来访问伊，因为大家拢毋敢甲即个总编辑讲死亡即个代志、自焚即个代志。啊，毋过来拢讲来，大家来访问我。我想要甲大家讲，我是安怎爱选择安尼诶手段来对抗国民党，伊就好啊讲，还每一件代志拢讲啊好势。所以当伊安尼讲诶时阵，伊讲伊心平气和，然后非常的就是讲伊诶意志坚定。所以头拄啊，歹势老师你讲着遐物件时阵，我就开始想着讲，阮遮物件拢看一吹，啊，真正拢陆续互阮吹着啊，所以就是讲。271期进前的乃龙，甲272期以后的乃龙，伫遮的杂志内底过程内底，伊的同事，伊的厝内人，因伫大家安怎去和即个总编辑想要继续做的代志，佮继续还传落去。所以遮物件需要时间，啊嘛需要就是讲重新和大家知影乃龙，伊毋是敢讲好，我逐工拢敢画台独，我逐工人敢画台独，毋是。来拢伊做侪做有诶代志，啊，包含就是头拄仔大家有讲着，就讲迄个意识。来拢伊做侪篇诶手稿内底，包含伊诶一寡，伊下底拢会写一寡眉毛内底，就是讲要安怎和台湾人诶一个对抗诶一个国防意识要提高，吼台湾诶迄个后备军人诶迄个意识要安怎强调？台湾是安怎有一寡咱讲诶反攻，啊是安怎一寡人佫走去中国？啊，甲阿强啊，安尼眉来眼去，来拢伫迄时阵就写做侪即方面的物件，啊，即方面的物件，咱看到今日嘛是有伊的一个做清楚的眼光，伊就讲台湾人总共还无团结，即个国防还无改善，即个意识啊，即个意识还无改善，台湾甲阿强啊拍的时阵，做侪人是会变过去，啊，所以我感觉这嘛是即马欧雄伊即摆做，但是讲毋若甲讲毋若是甲讲对抗，是一个是台湾人一个意识的准备。啊，即个意识的准备，因来拢迄个时阵，伊下底就写做侪物件，所以遮物件愈来愈出来时阵，我就感觉讲，
没有到即个时间点的台湾人学遮代志讲个清楚，所以乃拢伊迄个自由时代杂志5年8个月302期，虽然讲乃拢是272期以后，已经离开啊无参与，上尾一期就是中国的武力反逮捕。迄期的分析做，咱讲的真有结果嘛，做精彩。毋过较惊即咱阁面对共款的问题，甚至伊就是讲国民党甲共产党的本质是独裁，是咱讲是一个血腥的政权，绝对袂使互台湾的命运交互安尼的人，无200一定阁会来一遍。所以咱要怎用即摆有法度理解即个代志的人的语言，甲因的方式，甲咱即摆少年一辈，甲台湾人阁讲，即个物件是咱讲的，咩？咱讲的，就是讲阁一个转化，去一个转移，无即个过程内底，即个物件拢永远资料拢藏伊遐。所以这对于基金会，阮即摆是做这种少年的同事，即个物件阁讲出来。所以头拄阿辉老师讲，阮的时间愈来愈白，吼，因为做这资料已经拢开始，已经拢会糊嘛。所以阮即摆开始做数位化 digital 的部分。甚至我头拄有互大家看迄个网站的一寡资料，就是阮开始做迄个 online 一个 tour guide， 有一个 tour virtual tour。即个代志最重要就是当你有法度去台湾甲海外用无共款的方式，重新一摆搁认捌地南上，认捌伊迄时阵拄着的困难，咱即摆拄着困难拢袂解困难，咱是安怎爱有即个认捌？咱相信对台湾的历史行到今日，即个物件完全一定历史 repeat itself， 咱一定搁拄着。所以无历史无记忆，然后无一个价值观会准备的国家民族，伊可能共款的错误拢会搁重复。我感觉这是咱即个当代大家爱有一个去思考这个问题时阵，咱爱这代志讲啊清楚。这嘛是头拄我较无时间讲啊清楚，就是讲。这是自由文理伊后壁规套的物件。毋过听去较头前的时阵，咱要用做一个做简单的语言，一个 art， 一个相片，一个物件，甲咱讲这个代志，阮搁去做。所以这个城市讲完以后，我相信就是讲，甲年底阮会收集无共款的一寡无共款的人对这个代志的 feedback。毋过这个代志就是阮嘛培养一寡人用无共款的角度，佮重新来认捌内容，佮来开伊的故事，和台湾人讲出来，和台湾人了解。毋过上尾一个就是讲了解台湾的处境。这个代志嘛是阮伫这个时间点，阮感觉最重要。因为明年的选举当然对台湾来讲是一个最重要的代志。这个选举进程，台湾人的价值观，台湾人伊的态度，台湾人伊要做迄个选票迄个决定内底，伊是毋是讲国民党甲民进党拢相像？大家选，大家拢相像，绝对毋是。台湾人伫迄个历史行到今日，咱是有一寡判断，咱是爱有伫即个过程内底合适的。嘿，反正我讲较颠倒，毋过我想要讲就是讲，这后壁有一个做基础物件，就是讲迄个对台湾的爱甲疼痛。这嘛是去内容，是安怎去伊的迄个总编辑室内底，阮会看到讲伊写下顶面的批，还有做者相片的物件，就是伊就是爱，包含就是讲。叶叫兰女士，伊搁带迄个有当时啊来迄个总编室看的时阵，伊甲台湾的少年家，还是讲日本人，还是一寡外国人讲，大家来到遮绝对毋是敢悲伤，总讲较悲伤，台湾无法度建国。咱即摆爱看到是讲有迄个力量，伫即个所在是有希望的，是有力量的，是因为爱。无即个爱，行无到今日，无迄个爱，来拢伊袂来牺牲。嘿，所以阮就希望讲，大家把即个 message， 甲即个 hope， 甲即个重要的资讯来讲出来。就是讲，伊有机会和大家用一个无共款的角度去认捌内容，去认捌讲后壁迄个爱。嘿，大概是安尼。阮知影讲，可能甲偶像因做的代志有无一寡无相像，毋过咱讲的是无共款的一个路线。毋过上尾一个重要的就是一个阶段是讲，台湾人开始认捌嘛，好好思考咱即卖的问题、危机甲未来，嘿，大概是安尼，多谢。多谢Luna 的分享。我会当我小可补充一下，就简单讲，因为我嘛是伫迄个乌熊基础营课程刚开始的时候，我就有机会当去上课。
就是其实我感觉拄则露娜讲的，甲卡罗明伊讲的，其实迄中迄个相共的部分，其实我有感受到迄个相共的部分。我知影的是，因为我第一届去上课的时阵，一开始早起的课，就是在教即个安怎去判断讲阿强啊，还是讲新闻顶悬啊，咱即马看到遮新闻足侪无共的信息，安怎去判断讲到底啥物是对的，啥物是毋对的？其实伊就是摕迄个之前有一本册，迄个若阿强也要拍要安怎？迄本册吼，迄本册内底其实有写足侪，因为迄是较用足白话口语的方式去讲军事的信息，互咱知影讲基本的判断是伫倒位，安怎去看。其实我感觉就是了解遐个实际的一寡数据了后，其实会互咱较知影讲安怎去判断。比如我举一个例就好，就是讲咱一般看到新闻顶讲阿强要拍来，足紧就拍来因遐佫放一寡消息讲，就是足简单寡尔，比如讲因遐啥，因叫做渔船战术，就是全部的渔船全部开来，就会当咱用行的，就会当行来到台湾安尼啦，就是讲到遐项。毋过实际上课程内底就甲你讲。为中国迄边厦门、福建遐要来到台湾，才有270公里，差不多要270公里。这270公里平英国海峡搁较宽。二次大战的时阵，其实因要啥希特勒要去拍英国，还是讲英国要拍来，即个要来到欧洲大陆才拍，结果其实拢足困难。毋过因遐差不多100外公里尔。中国到台湾还有270公里，所以实际上要过来，敢若要过来就已经足无简单。而且咱台湾海峡的即个呼应足凶的，因若是要坐船过来，因的兵仔敢有法度会牵伫即个路田当中的即个海影的影响，迄嘛是一个足大的问题。所以实际上根本就无，迄个新闻顶也是讲阿强因放的消息遐尔简单，遐尔轻巧，所以敢若这足简单的一个判断的基础标准，就会当去对咱家己较有自信啦。我感觉这是一个真简单的一个界线判断的界线，而且是建立咱对家己的自信。这是算是较表面的，就是讲简单的信息就会当判断。像基金会、台南基金会，你讲的就是在做即项代志，算是较文化性的，即个较长期的。毋过若无这，其实咱无法度建立咱家己的即个主体性啦。这就是甲拄则卡罗头前讲的，就是讲迄个面红手册一开始就是讲你是啥物人，你的文化是啥物，就是迄条认同的界线，这嘛是足必要，一定爱做。所以其实我感觉，我的分享就是讲，其实Luna伊咧做甲乌幸因即马咧做，伊讲咱之前咧大风会咧做，其实拢是无共的路线，毋过其实迄个目标是共款的啦，就是建立讲就是我是啥物人，我家己人是啥物人，敌人是啥物人，迄个界线伫倒位，对，这是我的理解甲看法。好，歹势占着迄个时间。我看梁光兄阁有举手。对，我搁要继续请教即个Luna一个问题啦吼。你拄则讲到一点，我感觉讲这实在是足好诶。你即个要点就是讲，陈南荣咧所咧甲大家启示，还是讲伊诶即个运动，伊诶本质是疼是爱吼，毋是出于恨啦吼。这像讲伫迄个萧泰然诶音乐诶内面，1947吼，迄个 Prelude 吼，伊用迄个李敏勇诶诗吼，嘛是讲迄是这咱这是为着听，毋是为着恨吼，所以我是讲着一个足重要诶重点啦吼。毋过我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讲这边甲一般诶妇女啦吼。
去说明即个问题，因为叶菊兰吼，伊过迄个来美国，就是讲郑南榕过身的时阵，伊来美国，伊改成第一站是伫阮兜住一暝啊2暝，即阵我是虾米都无熟悉啦吼，是经过遮同乡的安排，又来我遮住。我对迄当时叶菊兰的印象，伊是一个诚成功的即个职业妇女，伊改成伫即个广告公司咧食头路带一个迄个顶门来伫遮，所以我会伫遐，我来讲徛伫做一个安尼普通的即个较家庭妇女的即个观点的角度。来看讲安尼即个你袂甲伊说服讲，即个迄个郑南榕安尼做是为着爱你要用啥物款方式来得到遮一般妇女会对郑南榕所做的遮的是甜是辛对这个社会是甜是毋是辛，你要来用啥物款的方法来甲因讲安尼嘿。我一方面先即个问题，我用我的方式试看卖吼。第二我嘛有是另外一个补充，头拄单独讲着，就是通常我袂一开始都甲大家讲，所以郑南榕伊做遮代志是为着爱，毋是混，因为别人听起来伊可能无头无尾，伊可能毋知影迄个代志。毋过阮就是会去讲。通常会安尼来问的人，伊至少伊还伫个一个角度讲，伊想要了解代志，伊想要了解是安怎郑南榕伊爱用即个方式，是安怎伊厝边的人是毋是有机会去坑伊，结果无法度坑伊。阮会先去了解，阮会先问讲，你对郑南榕的熟悉到啥物程度？你敢知影啥物代志？所以毋是一开始我就想要甲伊讲做这代志，毋是我会去问讲，你对即个事件你认捌偌济？你敢知伊的太太是啥物人？查某囝是啥物人？伊迄个时阵有发生啥物代志？迄时阵的台湾啥物代志？所以通常你要开始讲即个代志的时阵，你是爱学头前的一寡物件，稍微就是讲学遮物件先讲出来。所以是因为安尼。对方伊本来想要甲你争，对方可能想要甲你一寡较无理智的讨论。当你用你的方式讲，你讲看卖，你互我，就是有机会了解讲你的想法、你的背景的时阵，大家会稍微讲你毋是要来甲我冤家，你毋是要来甲我强迫讲我来去接受郑南榕的。因开始因的心内开始会去咱讲的，就是会开始迄个松动。即个代志最重要就是讲，我嘛毋是讲来弄伊做一个安尼的牺牲者，伊偌了不起。咱必须爱了解即个代志。今日叶菊兰女士甲郑德武有法度用即个方式悄悄讲，伊迄是有真正有经过这30外冬，即个悄悄讲，无毋若讲讲去讲着悲伤，因着。会包含讲咱大家人安怎团结，大家人爱做啥时阵，迄是一个30外冬的练习。所以我无法度去要求一个咱有几分钟的人有法度去了解即个家庭因发生的代志。我感觉讲要用迄个方式来讲的时阵，迄拢是爱需要做者的知识，甲做需要的一个。我袂晓讲迄个代志，就是讲有害伊知影讲。这都是一个家庭内底，甲咱平常共款的一个咱做平凡的人。伊即个代志，你爱想看卖，就是讲迄个代志的艰难。所以我袂一开始就甲大家讲，伊只是爱，嘛是因为我头拄讲做侪以后，我才甲大家讲，恁有印象的郑南榕，甲阮看到资料郑南榕有啥物无共款？当阮学者郑南榕伊伫迄个杂志，伊的迄个总编辑室的物件。整理出来时阵，一寡文稿整理出来时阵，伊的太太、伊的囡仔有得到安慰。毋过这是伫34冬迄时阵的因无法度想到的，所以大家爱了解这是一个30外冬的过程。毋过你头拄讲就是讲叶菊兰女士，我感觉伊嘛是做坚强的，嘛是做拍拼。当伊知影讲因真心用迄个方式为着台湾
来做安尼会准备的时阵，大家毋通袂记哩。伊71天，伊本身甲因查某囝拢是伫自由时代杂志社陪地男用的。嘿，即个代志的重要是讲，做一个母亲，做一个太太，伊真正做希望因先生莫用迄个方式，所以当伊学囡仔，甲伊学弟带去遐，甲伊困，暗时下课下班去遐陪奶拢的时阵，有一个重要就是讲，当你看到你心爱的囡仔，甲你的恁厝里的人困伫你的身躯边来陪你的时阵，做希望你莫做出迄个点迄个火，莫点迄个赖打。咱讲你做希望，伊莫做迄个决定的。啊，问题是你嘛应该爱了解，就是伊做爱这伊的囡仔，做爱台湾的，所以伊不得不是国民党用迄个强大的迄个军警甲特务来掠伊的时阵，伊爱做安尼代志，迄是一个足大的反差。啊，即个代志是爱有法度去同理 compassion， 迄个 compassion 是一个练习。我感觉台湾人迄个 compassion， 阮甲少年讲的时阵，有法度了解。啊，毋过当阮甲较老一辈人讲的时阵，特别有时着国民党的教育的人讲的时阵，伊迄个做咱讲的搁铁板一块，啊，即个物件是需要代志的，就是讲咱学即个人，你对伊的印象拢去掉的时阵，都还反映伊是一个平常的人，一般的人的时阵，你就有法度理解伊即个过程是偌艰苦，所以我知影讲地男种伊爱做即个决定，有做者伊的思考。啊，毋过你嘛必须要讲伊的家人，伊厝里人一定是足无希望伊做迄个代志。所以是安怎因爸爸妈妈知影地男种做迄个代志的时阵，因弟弟就去因爸爸妈妈面头前跪落来，就讲歹势，我无大兄顾啊好，伊也要做迄个代志。这是需要看一寡资料，爱甲大家来。嘿，歹势，我知影你即摆当讲到迄个就有感动。对。啊，毋过就是迄个我爱先甲大家报告一下，就是因为迄个咱另外2位讲者吼，明仔载阁有即个活动爱进行，所以因今日早起足早，差不多6点就起来，一直到即马，就是我知影讲因起来足久啊，所以明仔载还阁继续阁一工，吼啊，就是请问，就是大家敢阁有对头前即2位讲者啊，对Luna较歹势，就是甲你迄个情绪小可窒一个啊，敢有对咱明业甲卡罗有任何的问题想要甲因问的？我看赞成老师有举手，请。好，我想。我知影讲迄个语言嘛是一种武器啦，啊，是毋是咱会当善用咱的武器来对抗外国会来甲咱侵略吼？因为外国人甲咱讲的话无共啊，咱甲伊对谈就知影讲即个是到底是歹人还是咱家己的人啊，如果讲即个外国人咱讲的话甲外国人共款啊，甲敌人的话共款。啊，即摆伊入来的时阵，大家对话的时阵，你嘛分袂清楚啊，对无？所以语言也是一个武器。咱若讲人啊来到咱遐的时阵，咱讲啊，你倒位人有白亲啊，你就知影这是敌人啦，对吧？袂晓讲单话，都是敌人，这也是算咱的武器啦吼。啊，即点乌形有提出来列入去课程内面做参考也无啊。这可能无啊。我讲实在，你讲一句话吼，咱来讲一句话，因特别讲你互你刷分啊啥吼。加减即几年，我伫参与即个政治的部分吼。要前尾着讲你安怎吼，你无你就是台湾人即个总统，还是台湾人做啥物，你着啥物军政府啊，啥物有诶无诶，都足敢讲诶。我嘛毋知伊是倒位学来啦吼。台湾人做得到权力吼，就会变做军政府吼，就会互你刷文还是啥。迄敢讲诶人拢足敢讲诶啦。迄黄伟老师也是
伫上节目的时阵嘛是有人甲当伊面安尼伫讲有诶无诶即种诶，我是当然拢足无认同啦吼。啊，咱最近流行诶一个刘仲敬，大家有听过啦吼，伊嘛直接讲啊，台湾人甲即个去中国化吼，甲华语摕掉吼，两代就会拢就变做单纯诶台湾人啊，这敢有法度做会到？哦，乌云即摆你做诶其实是足中性诶。过去我以前斗相共，我嘛是做志工做8、9年安尼吼，就是讲我认同基进诶是主权自主化吼，社会自由化、政治民主化。啊，毋过即摆我咧做台风会诶时阵，台湾风会意识促进会诶时阵，我着爱放弃。为虾米？我面对诶是搁较侪人，吼，阮去做，阮面对诶是搁较侪人，吼，来拢会告诉我，当然若是我无啥敢搁行入去基金会啦，因为迄个画面吼，我去过一摆，心太痛，对台湾人的命运就遮尔艰苦，我无法度搁行入去一摆，我嘛是即个物件，有时阵迄个物件就是伫外在表现的部分，我其实甲接触的人啊，就是做即个政党啊，甲人往来啊，都其实拢是真正面的，啊，真迄个吼，真迄个就是欢喜的，吼，大家愿意来啊，愿意听我讲解读是面即个伫面即个代志，吼，解读伫面即个代志，迄是需要一寡底，就是讲你爱有对台湾是啥物，你家己是啥物，台湾人是啥物，才会理解才去讲遐个，吼啊。乌云嘛做即个台风会的时阵，其实你的面相，你做的是真中性的代志，这是逐个国家拢有的物件，啊，毋过对咱来讲遮尔困难，嘿，啊，连迄法案都杀袂过，啊，民进党嘛无晓过啊，啊，无要安怎？安尼无法度啊，啊，尽力做，但是讲实在，我讲一寡大家可能听开真歹听的，我其实。遮前辈真侪，我其实讲这大家嘛拢了解。第一时间听到讲曹新成得党的要出钱的时阵，大家敢无心肝内敢无第一句话，敢无播一句话出来，毋知倒一个老仔会去甲骗。正确的资源落伫正确的所在，这件代志无发生过。这8年我无看过，就是安尼。拢真艰苦，做政党拢真艰苦，无钱无人，无人要支持你，民进党选赢还佫甲你笑，迄支真诶，袂晓选举啦，戆啦，瘾头啦，主张啥物台独，叫做台独党诶拢无效啦，看咱民进党偌高选偌高做，就安尼啊，甲你哭死。啊，你要坚持做一件代志，做一件对诶代志。啊，认真做，啊，佫爱互笑，讲恁民进党侧翼，对无？啊，其实即马，选择就是你做乌形学院，你就是爱面对大众。有诶，顶个月阮去做一场，就是齿科医生诶专题，伫新店。啊，迄个医生姓王发仁医生，啊，伊讲迄个，伊讲歹势今仔日两个前辈啊，一个亲历的，一个亲拿，我足惊伊伫现场拍开啊，甲袂啦，甲无啥，我伫遐甲因开讲讲算笑，就讲即个迄个亲历个亲拿的，迄个嘛是齿科医生的前辈，伊讲听了，我这无啥，毋是来洗脑的啦，是甲你讲一寡足中性的，应该爱知影的代志，足基本的。就甲你讲，门爱锁，门爱锁，铁窗爱透啊，还是保全你请保全，你莫讲请保全，请6个月，讲你请保全无效啦，迄警卫啊，6个月我该开钱请伊，咱都撤掉，免保全啦，免武器啦，免国防啦，安尼啊。这逻辑这简单的道理，差不多是安尼啦。其实，对啊，差不多是安尼啦。
啊，好，感谢卡罗，迄个明义敢有要补充诶？我补充一寡就是讲，其实阮内底人拢真认同，就是语言嘛是咱就是足强的防御的一个武器啦，吼。但是我是感觉讲，就是武台独，还是讲防卫台湾的人吼，咱有真侪工课爱做，有一寡是长期的，有一寡是短期的，吼。所以讲，但是我是大家拢知影讲语言这种代志，伊毋是短期会当建立起来的啦，吼，嘛是爱做，我的意思是嘛是爱做，吼。但是乌熊即马是较专心伫咧，就是讲，我拄则有讲嘛，其实阮的就是讲安怎讲预测，吼，其实是5档之内都真有可能发生战争，所以讲咱爱甲所有工课做一个排序，就是啥物工课爱先做，嘿，较紧急的代志要先做嘛，所以讲，其实语言这个代志是阮即马较无放重心伫即个所在的一个工课啦，吼。但是我都但是我是想讲，我有想到嘛是乌克兰的伊个例，就是讲，乌克兰伊伫战争发生之前，嘛是有甲台湾足相像的所在，因讲 Russia 语言的人其实足侪嘛，尤其是东部的人。但是伊伫战争发生以后，其实伊真侪人无爱讲，伊会晓讲，但是无爱讲 Russia。所以我是感觉讲，我较乐观的时阵，我较乐观的因为就是讲，其实即件代志就是有时间伊会解决啦。但是先把爱有信心，就是讲，即件代志真侪人拢咧做，少年仔嘛是，就是对即个台语的，毋管是伊的印象，还是伊的文化的方面，已经开始咧反转啦，吼。譬如讲，我下晡有去个清大的一个演讲嘛，其实我有问讲，在座的10几岁、20岁的人，因对台语的印象是啥物？其实因对台语，伊即摆对台语的印象就是讲，会晓讲台语的人真怕啦。所以讲，虽然讲因袂晓无啥会晓讲，但是我是感觉讲，即个方向是乐观的，所以讲大家要有信心，我都补充伫遮嘿。感谢明义。因为即马12点嘛，就是伫台湾遮就是真晚。明仔载咱2位讲者也阁有工课6点，是毋是6点阁爱起来？所以就是我遮先做一个收尾啦。就是其实像之前我甲Luna联络的时阵，其实Luna嘛有讲，因基金会遮嘛有在思考讲。即个文宣的部分，看会当安怎豆豆开始用，会当有母语的内容，这反正嘛是真正是爱豆豆来，因为但是一开始就全部拢做嘛，无的确会当做矫正，所以嘛，互大家知影讲，其实咱大家拢足有心想要做，毋过就像拄则即个明义的部分，伊分享的就是讲。每一个团体也是讲每一个人会当做的代志无共，所以可能是我的想法是讲，可能是爱分工，咱做伙来杀。每一个人的专长无共，每一个组织重点放伫无共的所在，毋过咱就是共同来推杀。嘿，今日真精彩，就是大家应该是拢抑阁有就侪想要分享的嘛咯，可能还阁讲几啊摆才讲会煞。咱今日就基本咱的活动到遮，感谢3位讲者，阁有想要留落来开讲的朋友，咱会当就是留落来继续开讲。龙光兄，遮请你。